台南市天狗日的疫情到9月25日，累计本土病例有9463例。市府对着天狗日的防疫工作仍然严格落实甲执行，加上台南市议会定期会日前嘛特别召开天狗日的防治专案报告。市府甲议会2月6号下午嘛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联手，呼吁全民做伙来防疫。我们刚走出一段 COVID-19 的疫情，现在碰到了登革热疫情，其实非常感谢大家展现这个各界团结为了台南防疫的心，我们特别表示深深的敬意跟谢意，我用一鞠躬来表现。中央环保署大概支援了大概支援了1800万的经费环境部支援了1800万的经费，那卫福部呢通过了7000万了，大概8500万的经费能够来协助。这个经费主要是第一个防疫物资的购置，第二个这个雇工的费用，那第三个还有这个一些防疫所需要的软硬体措施的这个资源，所以我们特别的谢谢这个机会，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大家一致辅会起来作为这个登革热防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防疫视同作战，那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在议会里面是不分色彩、不分党派，也不分你我。所以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蚊子啊。虽然说我们有看到一些数字，但是它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把它控制下来。我相信这也是因为来自我们社会非常多的团体它的挹注。因为俗话说得好，说政府的资源是有限，民间的资源是无限的，所以非常谢谢台南市各界对于这个登革热防治我们需要的物资的这个所谓募集。那么我这边也代表我们台南市议会因为我有特别问一下卫生局长，他说那个防蚊贴片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有效期间贴在身上可以1个月，那也可以挂在学校，所以一片是200块我们带头在台南市议会，我们预计要募集5万片给这个台南市政府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有了中央甲地方的防疫经费的帮助，台南市议会嘛率先捐赠防疫贴片。另外，现场还有真侪民间单位共同来关注防疫的物资，包括真侪公庙、企业、社团甲工会等。市长嘛一一颁发感谢状，希望全民防疫，大家做伙来消灭天狗热。全民防疫，虎会一起来！全民防疫，虎会一起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